在地人在地前来到中华的丰原，当地出产蚵仔，养殖户伫日本时期，甲牛训练做海牛，会当伫蚵仔田行动斗载蚵仔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靠海文化。也毋过，即卖养殖户拢改用机械化的采蚵仔车咯。丰原的海牛即卖剩7只，中华县政府甲海牛采蚵仔车列为无形的资产，而且来举办着海牛文化节，互这个民众坐海牛仔车体验古早采蚵仔的情形。海里面哦，坐牛车。坐起咧牛车顶面，有养殖户所训练的海牛，慢慢向前行，体验古早时阵靠海真家采收蚵仔的情况。很特别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第几次做啊？第一次做啊。这款的景象早期伫丰原的海边到处拢有看到，当时伫海片所在，海牛咧采收蚵仔的车，随着时代变迁，已经改做机械车，但是因为因的脚步还阁真稳，刻苦耐劳海牛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靠海文化。中华县政府列入无形的资产，每当嘛举办海牛文化节，互民众体验。能够让国际、让我们全台湾的人都知道，我们芳苑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这个文化，那期许能够把海牛文化的这个精神给发扬光大。目前中华丰原有受过训练的海牛只剩7只，不过也阁有法度拖车的只剩5只，非常珍贵。透过海牛文化节的活动，嘛，互更较侪人了解古早台湾渔村特殊的文化。